过38天就要选举咯，这届立委的选情原来真激烈咯，候选人是各出奇招。来看这个台北市第4选区，民进党是杀出着高嘉瑜，国民党是李干秀，这区是两大女神的大对决。 甲车轮饼顶面的古锥版的红仔翕相，港澳女神高嘉瑜得到支持者的加持，特别推出女神版的车轮饼。我心目中的女神，应该就是小英总统，所以要送给小英。真设计伫车轮饼顶面印古锥版的图，煞来赶紧摕来食。这个女神饼立委的选战拢无顾形象，兼顾对手现任的立委李干秀，伊的气势嘛真强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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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前党主席洪秀跳专工上北加持，再加上难得合体出面的先生前市议员胡冠群嘛对咧扫街拜票，替因某李干秀握每一双手，家母带家仔全力拼连任。当然是特地台北上来，否则我台南选情也很紧急啊。祝姐其实，在港湖地区，其实大家对她每一次讲话很有温度，而且很接地气，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她。 台北市第4选区的立委选战有两大女神的对决，就看创业小姐较厉害，还是团结牌靠到得到认同。